岁末年中，大家拢咧食买鸡，即马有一个女性的国乐团体，是国乐系学生家己出来的，为着要发行因家己的专辑，因是拼场来赶场趁钱。下暗7点半，台基台《青春咱的梦》，就要带大家做伙来听这阵少年人的生命乐章。舞台顶精彩国乐的表演，加流行音乐加入编曲，互演奏跳出传统的束缚。这阵查某囡仔拢是国乐系出来的。在各种的活动表演的场合，互更较侪人感受到传统音乐无共的可能性。然后阮内底有二胡、琵琶、笛子，然后古筝、扬琴、唢呐，然后还有2个舞者。乐团的成员内底有真侪人已经做老母啊，因的生活都若像真侪职业妇女共款，除了无用工课，也怪拨时间陪伴厝内的人，为着追求创作音乐的梦想。敢若会当想办法利用时间来练习。我是希望讲大家一定爱的，不论你现在在忙于什么样子的当下的任务，譬如讲专心当妈妈，或者是专心当学生，我就是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大家技术要一直持续 hold 住，要把它 keep 住，不可以因为随着迷会增长，然后就把大家的技术就往下降。女子商业乐团加减会互人有负面的刻板印象。团员瑞瑞即嘛也是大学生，当初伊要加入这个女子国乐团的时阵，嘛捌互考试、互质疑。不过伊用专业的态度来证明家己的实力。拄加入的时阵，就是大家拢会讲啥物歹听的话，就是互我真紧张。啊，不过入去的时阵，我就正请遐的，拢会去表演啥物外国人听，也是要弹互台积电的人听，我就感觉哇，我就厉害。虽然一路行来称赞去互看衰，不过这阵女子乐团也是坚持因的梦想，以传统国乐为基础，结合创新甲表演，在音乐的这条路继续向目标来行。记者陈雅顺、梁新维台北报道。